后来，这个热天到了，大量的蠓虫飞出笼。乃最近流传一段影片，讲只要甲蠓仔香浸水，放一碗伫个房间底，就会当甲蠓仔刣了了。敢真正有影咧？事实上，这个蠓仔香浸水，毋若对治蠓虫无效果，若是无小心去互厝内底宠物鸟食着，阁会中毒哦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天气愈来愈热，蠓仔嘛愈来愈多。最近赖顶悬有一段影片，讲是甲蠓仔香泡水，放入房间内底，蠓仔来偌济，就会死偌济。经过浸泡之后，就变成一碗蚊香水了。因为蚊香溶于水，它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。蠓仔香主要的成分是杜汤菊，唔免加热，只要泡水就会当消灭蠓仔。咁真正是安尼？除虫菊在我们化学上的角度是一种酯类，酯类跟水是不互溶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加热、点火或是用插电方式挥发完之后，它在空气中蚊虫闻到那个味道，才具有被杀灭的效果。蠓仔香要经过燃烧挥发，才会当有甘仔味。蠓仔若是闻到，会感觉讲，哎呦，那这样咸，甚至是死亡。所以讲，甲蠓仔香泡入水内底，若是讲蠓仔除袂掉，厝内底若是有饲鸟仔，鸟仔可能会先走。猫咪的肝脏它缺乏这种酵素，可以去把它代谢掉。轻微的话就是抽搐、流口水，然后食欲不振。那严重的话就有可能会死亡。热天蠓仔实在是互人困无好，佮困袂饱。但是细日哦，唔通用唔着方法，互你唔若是困眠品质无变好，佮可能伤害着厝内底饲的鸟仔、狗仔、遮的动物伴、宠物宝。